而你唔到底初到人生那条列车，无人做得托自家多赚嘅时间、地点，而你艰苦痛下向下走那条路嘅情友，其下查嘅时节，就算让人唔盼得，也爱耶稣，留其祝福。受不了没有哎？做得较好啊！小妹，来吧，有买个需要，唔是下意啊。等一下有亲戚朋友要来，无看我先散一下无？小妹，宝贝已经来没收，就稍微。阿贵呀，恁先出去了，哦，我们先出去了，走，先走了。森狗，明明宝贝就会喂亡人，这么的都假出挑钱。你迄人莫说胖后事呢，你用做的无想都假心情喺用办哦。不管用诶，硬做老几套嘅公套。阿贵呀，送礼啊，还有一个动创药嘅目的，迄暑假家属个外送啊，唔知北暝面对样嘅压力啊。三胎胆床嘅蛋蛋嘅做起来，佢8點嘅診斷，甚至拄到外送啊，聽錯超過捱掉。你還真緊喺同好嘅時間講呢件事情。给安那用是这样讲的，家父家人从来就冇么主张看待宝贝一道，就算係親不同嘅朋友同學，也做唔得按用啊。佢還叫我阿嫂妹呢。捱啲。看冷靜條嘅好唔好？冷靜條嘅啦，跳下去。阿貴啊，你想一下嘅，那樣事，人嘅角色係乜嘅？係李醫師，他係莫少嘅好朋友。抱歉啊，这件事情我们都暂时帮不上忙，因为我觉得需要给麦校的爸妈一点时间。森哥，我知道，我应该要为我自己争取。桂姐，这也不是你的事情。娘我前面都给种子啊，我真是披风了。就算文浩佢答应讲嘅嘢也习惯，唔做人也没啥。让我盼得冇伴娘生意嘅留一个全尸啊。给出文浩的意思，
去做好测试咩？唔免讲连做8小时还有感觉，迄无安样分比通做嘛解。唔停停，做我伫宿舍拿气管，会痛哦。有嘛解呀？行个眼角膜哦。今日让我钱都做我卡路啊，难怪啦，难怪娘老公哦，我惨啦。我迄娘说呢，啊，像好心疼讲啊。身体都要火化了，有什么差别？你为什么器官不能捐赠给需要的人呢？你是谁啊？你又是什么信仰？我佛教。佛教，印顺法师听过吧？现代佛教大思想家，他说过，人死了，前6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停止作用，即使第8阿赖耶识附离身也不会有痛的感觉，因为人身体痛的感觉是身识跟意识停止作用，即使医生宣告脑死，进行移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，知道了吗？你是文孝的朋友？不是，我是刚好经过这里，听到你们讲话，不好意思啊。姑娘，几年就知道我某某的啦，讲讲生命的一出，就唔可以再来，因为多安吼，就都同来抗议。莫少歌神啊，他敢要莫形莫相，还有啦，米的家属哦，像塞到火药药的，讲人的话就冰冰冰冰，我变得骗死。这是集体创伤症候群吧？真的，每阵来上班嘿，千无嘛有一三年同来讨论，同来打嘴鼓。一打最久，随时也做得，不过出来上班咯，很可以上下的。练都慢个就唔是做啊！用啥做你向下转来咩？那开头路就唔做，我做闲咯。我东西分了条路啊，还是讲转来应付我为冇生法。乜个很多成法，唔可以乜嘅成法。我也亲爱嘅成法啦，做迄老生意嘅，高富本派唔到老太夫嘅，凡是生意人也向唔来啊。太夫嘅，肯定冇叫嘅啦，肯定再来上班好。我做咗移民啊，移到那去苏州的，对，有乜嘅素材我冇在冇拿。我们总是望着天边的彩虹，而忽略了脚下的黄金，所以就由我来带领你们走完最后这一段充满黄金的旅程吧。那条难用暗痛啊！我是有诶无？唔系嗰種痛啦。你係咩提上？到底係洗碗過好，還係裝神好？真唔係咧，老曉咧。誒，談講裝神告白咧，冇愛靠厲害。我迄行，你都無愛3年講你誒，將我去先倒記。現在你放起來，我住北京，看到一次都似甲係唔係長命咧，係迄尼龍咧。佢就阿妹話，太細咧，很白哦。那種身比印度人順口，幸福下很好呢。係挨把印度挨順口。OK。終於啊！好好照顧自己。OK。爸，終於吃飯咯。
你吃饭喽。生意哦。啊，也万一啦，我用唔到。麦妈妈，这是麦校留给你的礼物，不是我买的。狗毛子啊！诸位来变凶，你做嘛讲你送的呢？他想帮我做人情。阿姨，你的脚还没好，你要不要先坐着？来，我帮你。唔是啦，来自家来做好。早安都也用会到嘿。日本人在灾难后都会挂上纸鹤，希望可以祝福离开的亲友，也希望可以代理病痛。我一直觉得，心里在想什么，就会传递什么在纸鹤上面。无好啦，麦妈妈，我和麦校在夏威夷已经结婚了。我真的希望我可以以伴侣的身份送麦校最后一程，做对吗？无可能。阿叔妹，你好来，我乃是查在追唔咯。你要人来讲嘛该？假使在讲其他事情哦，唔是讲嘞。我迄想问，经过我汉做的迄几笔无，不所以我就飞过迄本，迄我苏转去，叫本来就会时间请过尾。哎呀，还无形象上呀嘞。我知啦，个老阿嫂讲好嘛，我要会处理某小嘅后事，我爱请师傅让你着天靠你的无。做得莫因弄爱莫，做得莫因变爱莫，本来人还点心得做得莫。哎呀，乜该做无上爱做，乜该做无上爱想嘞。还做上来来转啦，其他做乜该做乜该。你讲按度，你做得人爱来忘爱莫。酸梅哦。哎呀，唔係，哦。
好事嗨，好事，来。老板拍谁啊？我怕状况不太好。啊。什么胶都会忘记。如果他下次再来，就让他拿，账再找我算，好不好？记账没关系啦，啊，您把这老人痴呆呀有。啊，您爸哦，以前也帮我阿公办过后事啊，像他这样哦，早点送去安养院啦，愈拖哦愈无人啦。全就滚下一次。哎呦，海蛋做了，又买东西了，来拿了，来收起来哈。哎，两晒有皮头妈咪头乖乖么？跟别人了，伊皮头跟牙是米头了。冇啊，冇吗？我给味道。哎呦，冇了，哎哦，应该了，检查个瓦斯桶气下失败了，那东江个哦，小平不出事情，给他天发地去了，冇人接哦，想到哎呦想我叫了。阿年纪啊，叫妈给嘞，很用的。就没给我对给两班了，给太极啊。西天享乐了嘛，还有个阿嘴包啊要转去了，唉，看个新闻看到我心情还没做了，太极了，阿弥陀佛了，就好去了。安养院跟接受台。啊，呀，就没给两班个太极本来个了，佢讲叫妈妈以前也有个，阿海之末了。阿海之末系乜嘅？哎呦，阿兹海默了，讲我送去疗养院照顾较好了，还那讲墙外老照顾也还有一点啊，讨论一下可能用会较好了。阿弥陀佛，太极。而且，借问一下，这是葬仪社是无？敢有一个人叫大德？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生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。清明杂事做唔得写到死呀，也系历史清基本的咩？你都写什么个屁话呢？我哪点敢问那么写呀？你都会慢慢喏，你要看起来你黏黏的。龟，晚上那个啊，就帮我多说点好话好不好？那个莫妮卡再推一下，大概就会跟我约会了耶。莫营业都按住上的用费啦，投入唔是周围嘛？有啊，你看，我现在让他挑大梁哎。龟，下好忙。我运动还好嘛？求那边不要滚，我肚子痛。痛在一款身上啊，你都要不好哎。哎，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？不是，不是那唔去，你看你我送你去啊。哎，你好烫哦！喂，都是红疹子，不会是那个伊波拉病毒吧？莫都要乱讲啦！规夜又无出怪，乜无去到疫区啊？可以，他。有我在。龟，你放心，这张床还没有人躺过，很干净的。要是我真的是
桂英，我想到了，你不会死，因为你是千里马，所以还没有绑1000公里，你不会死掉哎，哈哈！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走走。我也不爱你了。哎呀，我们过了这个山坡就到了，加油！加油，千里马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快到！快到！快到！真爱。真正只有这句，真正只有给爱哦。顺便。他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多。需不需要我帮你介绍比较大一点的礼仪公司？我就是不要大的公司啊！恁爸即马是走路的。哦，糟了啊！无啦，就算是跑路哦，我也是有钱呐。你们把我老婆的后事给办好，我多加20万。她气爆走了，她因为跟了我，她的家里都不要她，也因为跟了我，她都没有过好日子。拜托，你们一定要把她的后事给办好，什么好的都给她就对了。还没摸出来吃呢。啊，没事了，唔怕啦，然后你唔去了，别给了。吃饭了的。又懂乖呢。哈。相对总较好，你做不过头，你空腹。种个哦，一件无好嘅事情再搁发生啊！呀，莫管佢啊，顺家己就好。係啦。人家吃到哈，8点气爆怕饱。係哦吼。啊不要，还要说什么好？买东西版本。哪有钱办啦？办去哪？誒，佢就做得啦，你用3Q啊哦，然後佢迄大個 case 然後佢接起啦，好嘅，他的禮儀公司做起來，存錢等我，做得。迄黑社會呢？唔好吧？存錢哪有嘛好冇了，做得了。你就做得先祝福他。係啊。你真應該24小時有你皮嘅呢，都可以啦。有免皮？有免皮？然後外地我用來照顧你爸了，送辦那本那個書我有看了，完全對哦，有辦法，不太得我愛上我。但係做得像功夫啊，重點係哦，我唔想我老爸光頭夫卡地度。哦，也唔想我俾送到療養院。你聽錯我應來無法。人家已經買應來應快啦，就慢性死亡啊，唔會後悔啊。冇關係，還唔是考慮到嘅愛辦法，愛搶款法，全就唔係天天就做嚟做嘅事嘛，係冇？呢度佢安嘅，喂，然後趕去做啦，哦，睇下做得認真休息啦，安樣好？好了，做得，安尼好了。係啊。
好啦。是卡多丢了。喂，慢点，上来。喂。哎呦，好懂得你想呢。那个人很好啦，研究讲唔是黑烟，做得地不看了啊，懂好呢。而且江城这么贴心，什么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不要再聊天了，来吃水果。小恩，你看是不是很厉害？携带型的蚊帐不但可以让你行动自如，而且还具备了大侠的风范。更重要的是，只要居家隔离就好喽。居家隔离还要带蚊帐哦？哦，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让我来仔细的回答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命也很直接。龟呀，把你的手机给我交出来，我帮你下载一下驱蚊程式，等等再去帮你买2盏灭蚊灯，这样子我保证以后蚊子看到你都会怕。啊，你不要不理我嘛！我真的很认真在做这个蚊帐你不觉得很时尚吗？你信不信？我如果现在拿去医院一定会大卖。你看啊，我的手是不是比卖笑还巧啊？你不要乱讲啦！给我滚呀！我管你给我滚啊！你给我滚啊！你冲的忙死来就嫌死的，没骂个鬼！妹，先人个家同讲的，你到底有通无？我讲的阿贵的亲无有马等甲1、2礼拜。张提讲做得也做唔得，较冷静点好无？我很欠呐。一听也不是出问题啦。做嘛俺一推你做出走，木上也高神呢，也要背着登革热出来。娘啊，俺可能死人还唔来无？你用我催眠。这个叫。做嘛啦？你叫我？真紧呢！我行嘅，我行嘅，好冇啦。唔好转来，也唔好转来啦。好啦，我转来，老天书好冇？我转来，老天书莫叫好冇？我转来，老天书啊！唔过，这个唔系真实员工哦，这个老天书听听嘿。听讲出来哦。你叫我？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叫。天空一条花，一条花。直到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冇相干啦，以前做迄公司天数，然后天气也helping都啲了，迄个嘅补娘。看起来无按啊！再个讲，师傅老体贴，全手总好些咧，爱所得啦。无爱，爱了哈唔判定，然后你给数不用开咧，糖唔吃。今后时暗用啊！你去日本1个月，那有嘛也判这1个月有没有艳遇啊？有。开玩笑的。我喺讲，我有去京都啊、大阪、高比市嘅仔床啊，还有礼仪公司啊。然后讲啊，这片今年啊，全球东西风爱，因希望我留下来上班。人家嘅嘢全就去日本的殡仪馆。你要听谁？因为按无聊啊。咁样有知道。所以原本的计划就是去参观日本的殡仪馆。唔系啊，
我本来想我去休息啦，养空啊，忙伫应老到清暝，就行到家咯。有比原来大的。唔係，我反而覺得你裝了雷達在我身上，因為我不管行幾耐，就應提個上。人嘅人愛緣，海良緣，就將不追緣，提個做嘛？你講，然後係強下，你唔會做嘛？真嘅，真嘅。喂，你幹嘛？我給你追夢。给，不能够，因为你们我喺身邊啊，睇住條啊。唔係啊，出邊。冇草豆腐啦，排聲。我請專業。冇，坐地。给松影闯开了。冇，排聲，請專業。哦。我慢些聲嘅。爸。幾個啊？我又係。我來轉你。來啦。來啦，辛苦了。太來啊！辛苦了。慢點啊，辛苦。有做我。我想到了，班上说他的告别式要全部都是粉红色，然后也要夏威夷贝壳女郎，全部都是男人扮的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？对吼。那天有拍照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我们那天在这边累得要死，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他说的，你记不记得？有没有想到？啊，就这张嘛，对不对？就这张嘛。现在都几点了，你怎么不叫我起床跪？你干什么东西？你还害我迟到了，你还上出来？你一定要跟万哥说麦香告别什么？一定要这样子做啦！干嘛啦？哎，你这样不是还有被万哥骂啊？他现在听到你登革热都已经快发疯了，而且麦校爸妈又那么难搞，不可能的，不要害我。我不管啦，你一定要跟万哥讲啦！你自己去讲啦，你这样要害我被骂。哎呀，我要去厕所了，我要刷牙，你自己去啊。啊，文校没有朋友吗？他不是张医生？没问题，就系无认识文校的朋友、同事哦，抢也走啦，做有啥物要走啦。啊，毋过安尼事情还有看人结听啊，既然拿钱办事啊，那要团人结听嘛该啊。阿坤诶，就迄两公婆啦，总爱当初就迄讲，文校较早就去结婚，哈，讲唔通。平常两公婆喊做嘛该，传香火暗冲有个事情也做唔好，呀，心口生意呢，全部就冇。假使迄位咧，本人都好嘞，也都唔是讲暗道嘞，也挨不开的事情啊，也得要做得准嘞，歹势哦。那个买，安尼安买啊？你也唔好讲阿舅啊，无那种天数啦，哈，你走。阿姐，我走人，交牌事情差唔得。那我徛做嘛啦？该拄唔掉咧啦。规日做讲遐件事情，该忝咧。哎，做就让讲过诶，啊，生意呢做唔得安尼讲，生意呢讲诶我搞，唔搞嘛个？搞同性恋，也没用会做诶啊！阿爸，爸妹啊，恁听听了好冇？我先死皮穿嘛。我也阿妹用蛮做诶，你们应该阿爸嘿，你用不了几多讲。本校有男朋友嘞，你弟冇去两啥，你才会结婚嘞。假使你有推文校上，事情就会无强用，伊就唔会搬出去，嘛该事情就会无。人家迄关系无台文好上，
唔讲佢2弟哈未结婚，然后讲，就迄个果模子会新娘来的啦，还没人讲啦，就会同性恋，会俺妈不会强迫同人来树头红啦。你要讲嘛该发，你要系嘛该发，虽然迄个一三英讲的迄么，嘿啦，迄伢来的，唔系伢来的啦。你莫还出来啦！阿爸，麦嫂。都在该问好，做唔做嘛该事情，佢做唔做嘛该事情咯。佢安怪的声音咧，假使建议，若每本佢出现啊，迄个高矮天咯，如何该事情如无咧？应该开死佢。应该啦，应该开死佢。没你错，俺唔管，俺一下唔听你意思，俺係冇文好嘅好朋友。唔好闹的吼，你再去好好休息啦。唔安尼做啊，要学到家事，哦，学个就含学到唔大系无。来甲唐阿婶来讲，莫社会阿爸阿妈啊，强强做要拔电梯，你也着洗不着的吼，我不管你也着抹个脸啦。结婚不是老爷会讲的无，好土迄嘛个，你也着心肝肚，甲含有斯坦尼第双下无。万哥。莫讲了好无？我们要的骗死。春天的一条花，一条花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。欧多啊，你到了吗？师傅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。如果家属不来请大体，就要写代理书，会更麻烦哦。你不是说过了吗？请完大体之后，你就可以不用出现啦。欧多啊，我在你后面。带我走。那边。小慧，你受苦了。我对不起你，我来看你了。森哥，你不用特别过来帮我，没关系。麦家是我朋友，应该的。很抱歉，有一些事情啊，我暂时还帮不上忙。
好想念和麦笑一起去买菜。每次我都等他下班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超市买菜，回家做宵夜。他总是求我说，我做的姜丝大肠没有他妈妈做的好吃。但我好想再看一次。他求我，然后把桌上的菜都吃光光的样子。麦笑因为我受伤，决定结婚，是冲动啦。但他也说，人生苦短，何不如我们就及时行乐，做一些大家都想做的事情。我们也常常一起计划着好多好多的未来，但是未来好短。阿妹，对。也弟妹係份好嘅丈夫，而頭兩年村內就拿去回收。老佢做第二功德，就拜託你。唔會啦，應該嘅。還有法庭就送葬儀祠堂，然後係有講過，用嘅就會老佢窮下，希望。看用的主本去結婚，甲爸爸也無按人也早來咧。伯妹啊，真經無想要來過要事，無愛繼續去聽啊，再個想一下好無？好無？再個想一下啦。有人在吗？老板，你在这里呀、老板，有看見冇？我在前頭路。哎呦，老板莫安尼啦，我可憐我了。我也好，馬個事都冇，條工我現在來，我當天數了。你看，一下就有人照顧了，我有學過護士哦，我做護士單位哦，我要穿個護士裝哦，很可愛咧。條工，幫我結婚好冇了，我公婆走誒，我老公又冇愛咧，來誒又冇錢學讀書，拜託好冇？我當不做事哦，唱給嘛個張醫生呀吼，相宜。100，還有個少女白痴阿爸，還做得嚴謹了，阿彌陀佛，佢我就會哦，條家，哎呦，我就會做個美感可樂呢，拜託啦，唔用愛好冇了。唔好是美感可樂，那等下就做本身。條家，美感可樂，我天發嘞，我來老人講哈。喂，大德張醫生你好。哦，我大德老闆冇出咯，嘿喲，佢都冇閒了，乜嘅事情啊來交代佢。亞威呢？冇事啦，佢下都 OK 了，你專心去做事了。我弟呀意思了，你爸好面子給你了。我弟，唔想給最後哦，很多人說咧。很多人哦，來世來年我就會哭了。我弟娘意思了，我會做了。你看你今天我會做我天天去了，會叫喊你了，一起加油好嗎？阿姨，恩子姐。OK， 沒問題了，哦，謝謝你了。
呀，爱弟，俺来做了。哎，老太太啦，转来了，老太太也转来了。师傅，辛苦了，钱我再汇给你们。好，谢谢。老大，7个7的日子还有很大时间，确认之后我就去安排。那塔位的照片我再传给你看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的品味。厉害以后，然后我的和他一样。你现在就要买双塔位吗？我的后事也交给你办，办得和我老婆一模一样。钱之后我再起给你。不用这样啦。其实你去自首，警察还是会让你来看老婆啊。告别式也可以来参加。几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嘛。罗小姐，我听我老大的话，把海联帮的帮主给干掉。我以为我老大会挺我，但是他为了帮派之间的和平，居然叫我扛。我原本想坐船到菲律宾，上船之前打电话给我老婆，说我对不起她，叫她不要等我。没想到是医院接的电话，说我老婆死在医院里。所以，我怕的不是警察，就算我现在自首，进去监牢里面，恐怕也活不多久。喂，嘿，啊？干嘛嘅啊？用躺起来动乖呢？已经到了啊，你先转以后无？俺来登记就好了。迄我来讲啊，我妈无要强他，你行就落去啦。哎呦，也对哦。好了，那我过去找你。黑大来了，不说了，你快点来哈。这是2人份，你点一下吧。不用啦，我相信你啊。人在江湖，靠的是信用啊。你也知道我身不由己。小慧，拜托你啊。安利假使成巴都动到爱地都，就无嘛嘅汉斯，无嘛嘅惊险。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没事。相爱如爱，恩存就爱，心存感激。就算什么样嘅，张短短的听听。人生千面一日，应该系嘛嘅样相。我要走了，抱一下好吗？为什么？